这时，请咱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诗篇84篇第1节到12节。诗篇84篇第1节到12节。现在中文译本742页，台语汉语本643页。诗篇84篇第1节：上主万军的领袖啊，我是遐尔爱慕你徛起的所在，我是遐尔渴望上主的殿院。我要用全心永活的上帝欢喜来唱歌。上主万军的领袖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伫你的这大边，连赤鸟啊也要为家己起厝，钱啊要找到伊不能的收。住伫你殿院中的人是遐尔有福气啊！因不断要学乐称颂你。我靠你得到快乐的人是遐尔有福气啊！因迫切要往锡安山朝圣。因经过打扫的山谷，伊就变成水源地。秋天的雨水一降落，山谷中四界拢是水池。因哪行哪有快乐。拢要伫锡安朝见至尊的上帝，主上帝万军的领袖，请你听我的祈祷。雅各的上帝啊，求你暗耳来听，保护我的上帝啊，求你赐福，互你所设立的王，伫你的殿院住一日，较赢伫别位住千日。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，也毋愿住伫邪恶的人厝内。主上帝是日头，是保护者，伊互我温辉阳光，伊从来无留一项好物，无赐福互行为正直的人。上主万军的领袖。信靠你的人是遐尔有福气。以上，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快乐甲帮赞。今早起，蔡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灰心。灰心，请咱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要甲大家分享木星系列的系列是灰心。伫咱日常生活中间，有时会拄着一寡代志，互咱感觉真灰心丧气。可能有个人工作无真顺利，无法度照家己的计划去进行，心内就真灰心。有可能有个人甲咱的亲人朋友的关系无好。心情就无真好势，所以感觉真艰苦。可能有时阵，咱对一寡代志、对一寡人有期待，结果无照咱家己的期待进行，咱就感觉灰心丧志。伫即款人生上较暗淡的时刻，咱要去面对，这是咱今仔日要透过所读的经文来学习的一个功课。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神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每一个较无你的人，拢会当透过你的话来得到帮助，得到激励。恳求主，你互阮冷淡的心志离开阮，互阮用热情来迎接你的话，互阮用较无的心听候你的话语，对阮显明你的心意。求主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所读的这首诗，诗篇84篇，
事实上是咧表明咱整个人生的过程。咱来明白，上帝伊爱咱每一个人会当得到丰盛的生命，所以伊予耶稣基督来到咱的中间。耶稣捌宣告讲：“我来的目的是要互因得到活命，而且是丰丰富富的活命。”这种丰盛的活命，毋是干那伫来生咱会当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伫今生咱嘛会当靠着主耶稣基督得到丰盛。这款丰盛，就是因为咱透过主耶稣基督去享受到主上帝甲咱同在的美好。咱看见着圣经安尼咱讲，主耶稣基督道成做肉体来到世间，互咱明白上帝甲咱三甲之地。所以主耶稣伊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互咱感受到主甲咱同在的上帝。其实每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生命中上界美好的事，就是去体验到主甲咱同在，会当伫圣殿中间透过敬拜阿罗上帝，感受到主甲咱三甲之地。伫日常生活中间，咱也会当透过研读上帝的话，来明白主真正伫咱的中间带来稳定。咱看见着圣经中间，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，伊是以色列人上界尊敬的国王，伊是当时阵以色列上界有权力、上界有财力的人，伊嘛是受百姓上界爱戴的国王。咱看见着伊一生中间，伊享受过人生中间的荣华富贵，但是咱当时嘛看见着伊经历过流氓的患难，经历过家庭的破碎，伊嘛捌受到罪恶的捆绑，做上帝无欢喜的事。所以伊经历过伊这人生的这所有的滋味了，酸甜苦辣这滋味了，伊伫诗篇23篇，伊叫尾来讲，就是咱拄则启永文所读的诗篇23篇，伊讲：我一生一世的确有恩惠慈爱对我，我要住伫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伊真实去明白，上帝甲咱伫地是世间上介好的事。今仔咱所读的经文，就是诗篇84篇的这个作者，伊嘛相款会当真确无会当享受甲上帝同在，伫圣殿中间去敬拜上帝。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中间有一个注解，伊讲这是以色列利未支派中间可拉的户的所写的。可拉的户的，因伫圣殿中间负责两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就是，因伫圣殿中间唱歌阿罗上帝，亲像咱的圣歌队同款。第二项代志，因是负责过门，伫圣殿中间过门。咱毋通看讲过门是一件卑微的代志，毋是。无论唱歌还是过门，拢是非常尊贵的代志。咱看见着即个做诗的人，伊遐尼渴慕去甲上帝圣殿服侍，因为安那，因为某一种缘故，伊住伫即个外面的所在，无法度去甲圣殿的所在去敬拜上帝，所以伊真渴慕讲，会当赶紧到圣殿去服侍上帝。所以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对咱讲，我来读迄个台语汉语本的圣经，伊安尼翻译讲：万军的耶和华，你徛起的所在，怎样遐通意爱？伊讲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，我的上帝来求救。伊讲万军的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啊！赤鸟啊，为着家己找一个厝；鹰啊，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寿。就是伫你遐的祭坛遐，徛起伫你的厝的迄号人有福气，伊要直直学落你。这做诗的人，伊讲，伊看见着上帝所创造的一切，这赤鸟啊，这鹰啊，拢欢喜亲近上帝。伊爱徛踮伫上帝的圣殿中间，因为伫圣殿中间，甲众人做伙自由的敬拜，
敬拜上帝，这是一件偌尔啊美好的代志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伫生命中间，上界美好的福分，就是透过敬拜甲上帝三甲之地，透过研读上帝话语，明白上帝就是伫咱的中间。所以，这个做事的人，伊心中有这款的渴慕，伊就决定，伊要行往圣殿去，甲上帝三甲之地。结果，咱看到，当这个渴慕亲近上帝的人对外地出发要往上帝殿的时阵，结果上帝替安排的第一站是流目屎的山谷。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是现代中文译本，伊是翻译做干旱谷，这是打蛇的所在。为什么？但是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做流目屎的山谷，咱的台语汉语本嘛是翻译做流目屎的山谷。咱的理解当一个人要往外地锡安，就是耶路撒冷去的时阵，伊的确经过一个山谷。这个山谷因称作流目屎的山谷。咱知耶路撒冷是伫即个巴勒斯坦中央山脉悬的所在一个平台。所以其他的人若要去这耶路撒冷的时阵，伊爱对较低的所在、山谷的所在行往这个较悬的所在，就是锡安的所在。这个流目屎的山谷可能是指伫基利波山附近的一个山谷。为什么伊会称作流目屎的山谷？因为这个山谷内底有一种植物，一种食物，伊叫做棕树。这种棕树生长伫一种打蛇的所在，是种热带的食物。伊会对伊的树皮顶面留一种小可的芳味，有芳味的这芳油。伊的形状若亲像目屎同款，所以人看到这个，人经历过这个山谷的时阵，一方面看到这个树丛咱亲像咧流目屎；一方面伊嘛经过这个旷野感觉真艰苦、真打扫、无水的所在，所以因感觉讲这是一个真艰苦的过程。所以因就称这个山谷叫做流目屎的山谷。咱看见到这个较无要去上帝圣殿敬拜上帝的人，上帝替安排的第一站叫做流目屎的山谷，是一个打扫的土地，是一个打扫的山谷，是一个高大打扫的旷野，是流目屎悲哀的所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咱若对咱的人生来看，这就是咱生命的真相，就是咱生命的过程。咱真意爱去甲上帝遐甲伊三甲同在，去享受迄个美好，但总是咱的生命中间难免会拄着，互咱感觉意志消沉，感觉灰心丧志的这个代志。拄着即款的情形，咱的心若亲像伫一个旷野沙漠同款，咱的心寸草不生，好亲像今仔经文中间所讲的这流目屎的山谷。检测咱认捌上帝，检测咱较无上帝，但是咱的生命有缘的经历过即款流目屎的山谷，咱亲像伫生命的旷野同款，迄种心灰意冷，生命打扫到只剩咱的目屎。可能咱中间有人经历事业的困境，嘛有一寡人拄着病痛的打击，可能有人伫感情顶面受伤。咱来理解，这拢是咱生命的一部分。但是伫即个灵性的旷野中间，咱发现到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机会，就是咱伫灵性的旷野中间，嘛是体验主的恩典上介好的一个所在。咱看见到圣经中间真侪遮伟大的人物，因拢特别伫因受苦的时阵，因去体验到生命中间上帝大的恩典。譬如讲摩西原本伫埃及的皇宫内底做王子，享尽人生中间的荣华富贵，但是伊知影家己的身份，有一遍伊为着帮助家己的同胞，反倒当杀一个埃及人，所以伊不得不逃离开埃及的皇宫，
去到米甸的旷野。咱会当想象一个人对迄个富贵王子变成做流浪的牧者，迄款的心境。所以伊将伊生的即个囡仔叫做吉顺，意思是讲我是暂时寄开啊。这个所在毋是我永远要住的所在，所以我暂时寄开。我是哥布里沙种较来即个米甸的旷野，但是伫即个时阵，上帝介入伊的生命。摩西伫上帝的带领下面，伊的整个生命被提升。伫生命中间上较暗淡的时刻，却是领受上帝恩典上介济的时阵。咱看起伫圣经中间真侪伟大的人物拢是安尼。咱看起约瑟，看起大卫，因拢有共款的经历。伫因人生上介痛苦的时阵，是因倚靠上帝上介济的时刻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检查你现主时拄着困境，你灰心丧志，伫生命的旷野中间，但是咱也会记得上帝应允。伊讲因经过流目屎的山谷，但是上帝要互即个谷变成做水泉的所在、泉源的所在，而且佫有秋天的雨的福气，盖满了全地。咱会知影，伫巴勒斯坦，即个大季的时阵，旱季的时阵，是对5月份到9月份。当即个旱季即个大季季节要过去的时阵，突然间就有一阵大雨来，即种雨被以色列人称作特别的祝福，因为即个雨会伫迄个时阵拄好来，而且会落满规个山谷，所以伫遮。做事的人用即款的例来比拼，伊讲经历流目屎山谷的人有福气，上帝应允即个地有一天要成做泉源的所在，这是来自上帝恩典。所以咱要用心去体会，伫咱人生上界失志的时阵，是上帝恩典上界丰盛的时刻。所以当咱的生命行到遮，拄着灰心丧志的时阵，咱来理解一点。上帝无意爱咱永远拢踮伫旷野中间，踮伫流目屎的山谷中间，伫恩典的带领下面，伊要帮助咱行出灰心丧志，上帝的殿院跑走。所以咱看起着这段经文啊，咱继续来看，咱能看出做事的人伊有写出安怎行出灰心丧志的一寡提醒。有3项提醒，咱一步一步来学习。第一项，就是咱爱开始做咱心灵的功课。咱心中爱有一个望，咱要往迄个锡安的大路。咱看记着这段经文讲，心中意向，因的心意向锡安的大路，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，这号人有福气。这互咱2个真重要的提醒。第一个提醒，就是咱要有决心爱脱离现况。咱要行出灰心丧志的第一步，就是你的心中爱有一个意愿，我要脱离目前这种状况。我并无满意这款的情形，这毋是上帝要应允我的生活。当你伫失志、流目屎的山谷的时阵，千万爱意识到讲，这个所在毋是我久久要留的所在。咱爱下决心要离开遮，咱爱下决心要离开遮。有人伫困境的中间灰心丧志，掠做讲安尼我完全无望啊！如果你若有即款的心态，你真正会陷伫迄个更较深的困境。咱来理解，有时阵咱拄着困难，真正的问题通常毋是苦难本身，反倒当是咱对苦难的反应。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：失败的人无悲观的权利啊！如果你伫痛苦中间，你若继续灰心丧志，你的心哪沉落，你就真困难对迄个痛苦的中间爬起来。所以你要有一个决心要脱离现状。有决心要安怎做？咱后壁会继续讲。所以，但是你要先有一个意志。我要看见着迄个愿望，我要脱离目前的状况。然后第2项。
这段经文来咱讲，心中意向是安的大路，就是你爱看见着上帝予你的目标啦。咱的目睭爱注视看上帝予咱的目标，就是当咱爱开始去追求上帝予咱的生命目标。如果你若确定这个目标是上帝予你的，你就爱勇敢向前行。如果你若一直无要看上帝予你的目标，你就会看见困难，你就会放大迄个困难。咱看见着一些人，因为什么爱伫旷野内底流浪40冬，甚至到落尾第一代出埃及的人，只有约书亚甲迦勒才通入迦南地。为什么？因为因常常看见困难，因常常看见困难，因就埋怨。咱看见着，因离开以琳了，到以琳甲西奈中间的旷野，因就开始埋怨摩西甲亚伦，讲阮宁可伫埃及，上帝就来阮刣死好啊！啊，伫埃及阮至少会当为迄个肉鼎食甲饱饱。啊，即摆你若阮带来旷野，爱阮伫遮枵死，就开始埋怨，开始埋怨。所以上帝互因伫40冬中间不断去磨练因对上帝的信心。所以咱来看见上帝的目标，其实对埃及行到迦南地，毋免真长的时间，但总是即群人因为因的埋怨，因无愿意去看见迄个目标，因只看见着因拄着的困难。所以亲爱兄弟姊妹，你若要行出失望，要行出灰心，你着爱看出上帝伫你生命中间的目标，而且勇敢向前行，无回头。这是第一个，咱爱准备好的心态。第二项，咱爱挖靠开力。伫遮好学本的圣经安尼讲，伊讲因行力上加力，力上加力，也是讲因行开力若加天。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讲，因咧行的过程中间是靠家己的力量，佮加上上帝予因的力量。这包含两种真重要的意义。第一种就是无力，咱就爱挖靠上帝，靠上帝就有气力。要行出灰心丧志，咱知影，咱若要挖靠咱家己本身的气力，真正真困难超越困境。所以咱要学习靠上帝的气力。要来学习好靠上帝的气力，咱第三项会讲到。咱若靠上帝的气力，咱就会歹当打就哪来哪轻。所以保罗安尼讲，伊讲我靠着迄个加天我气力的，凡事拢会当做。所以咱来挖靠上帝的气力。第二项，除了挖靠上帝的气力，咱家己嘛爱尽力啊。靠上帝的气力，并无代表讲咱无需要尽力，因为总是要经历过迄个流目屎的山谷，你嘛骹就爱开始行嘛。你行到无力，你就爱靠上帝的力，但是你家己有哪爱出寡力？咱必须要先愿意改变家己的态度，尽咱的本分，然后再求上帝改变咱的环境。这是咱来理解。如果你若无要开始行，你若坐伫原地伫遐一直哭，安尼嘛无法度改变任何事实。你爱挖靠上帝的气力，家己嘛尽力脱离目前的困境。这是第二项提醒。接下来咱要来看安怎挖靠上帝的气力。圣经继续甲咱提醒，爱虔心去祈求上帝，爱谦卑挖靠。咱看见着这段圣经后壁面，做诗的人继续安尼讲，伊讲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佮安尼讲，万军的耶和华，挖靠你的人的确得到福气。要行出灰心丧志，要对上帝得到气力。有两项功课，咱来学习。第一项功课就是咱来学习祈祷。咱来理解，祈祷是咱灵命的呼吸，是信仰的粮食，是能力的来源。伫咱无气力的时阵，要挖靠上帝的气力，唯一的就是靠祈祷。一个需要得到能力来超越困境的人，的灰心者，更加需要透过不断的祈祷来找求气力。咱看见着咱的主耶稣基督，咱大概礼拜圣殿中间看见着咱后壁即个
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的道的时阵，咱着爱理解，耶稣咧面对十字架顶的挑战，即个使命，伊嘛是无气力，但总是伊去到克西马尼园内底祈祷，一遍祈祷，搁一遍祈祷，一遍祈祷了，搁一遍祈祷。就是伫祈祷中间，哪来哪明白上帝的心意、上帝的计划、上帝爱伊行的方向，也透过祈祷得到气力，互伊会当赢取即个十字架顶的苦杯。所以祈祷是带互咱气力的一个真重要的来源。请大家毋通放弃祈祷，请大家人嘛毋通无爱祈祷。咱透过祈祷会当真实得到上帝帮助的气力。咱最近教会有成立一个代祷团队，常常伫教会中间会当替咱服侍。咱即顿结束了后，咱会当需要祈祷的人，拢会咱留点伫礼拜堂内底。咱的代祷团队的兄弟姊妹以及咱的牧师、咱的长执，拢会替咱祝福祈祷。透过祈祷，你要得到气力。透过祈祷，你要亲自去领受上帝予你的心意甲计划。祈祷了后，咱也爱学习第二个功课，就是信课。咱伫祈祷了后，咱就爱学习信课。信靠上帝，就是将家己完全交托予上帝。信靠上帝的人，表现伫听候的功课。如果你若真正信靠上帝，你着爱伫祈祷了后完全交托。保罗先生安尼讲：，恁应当一无挂虑，爱伫祈祷中间将恁所爱、所需要的，甲上帝讲，然后用感谢的心祈求，上帝所想述迄个超越人会当理解平安。意思是讲，上帝所想述的平安是超越过人会当制造的平安，会借着耶稣基督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所以，当你的心灰心丧气的时阵，透过祈祷，透过信靠，靠着耶稣基督会当保守咱的心怀意念，互咱的心搁一遍坚强起来。你要理解一点，上帝恩典一定超越过你的困境，上帝的能力一定关过你的灰心，咱还专心信靠伊。伫人生中间，咱会拄到大风险，咱总是主的恩典到也难用。如果咱若拍开咱的圣诗吼，咱会看见圣诗中间有一首347首，咱拢常常爱吟。今仔日第一堂礼拜的时阵，神佑长老夫妇因特别用一首诗歌来献诗。这首诗歌咱拢真熟，叫做《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好去》，咱拢真爱吟。咱来知影这首诗歌的作者叫 Spafford， 这个作者，伊是1828年出世伫纽约。伊真少年的时阵就真做，迄个芝加哥地区，以后来搬去到芝加哥，真做真成功的一个律师。而且伊是一个真敬虔的信徒，所以伊常常帮助当时阵真出名的布道家叫做穆迪，去推动真侪福音的事工。伫1871年，咱芝加哥发生一个足大的火灾，伊所有的财产拢烧去，伊原本咧投资真侪，遮伫密西根湖边仔的遮房地产，全部拢烧去。伫即个火灾进前无偌久的时间，伊有一个4岁的囝，就死伫一个热病。但是伊虽然对着即款忧伤的中间，犹原投入即个救灾的工作。甲伊的同工帮助10万名左右无厝通好转去的百姓，重建因的家园。伫1873年11月，伊打算要带全家去到欧洲休假。当时也要去英国的所在，去参与穆迪的布道大会的工作。因为伊临时需要处理一寡代志。所以，伊就互伊的太太带4个查某囝先坐一帮船去，伊了后，较坐另外一帮船要去英国甲伊会合。结果伫11月23，伊的某甲伊的查某囝
坐即只船伫大西洋顶面发生船难，两只船弄做伙，伫12分钟内底，即只船我沉落，总共有226个人丧失性命，只有42个人会当活落来。伊接到伊的太太的电报，伊太太的电报顶面领2字英文，意思讲领我一个人活落来，剩个4个查某囝拢死伫船难中间。后来伊搭船要去甲伊的太太会合时，要处理这个别性的代志。伊坐船经历过发生船难迄个海，伊徛踮伫迄个甲板顶面，流目屎，4个查某囝拢死伫即个所在。但即个时阵，伊讲伊心中真哀伤、真灰心、真丧志的时阵，伊讲伊徛踮伫迄个船顶的时阵，敢亲像有圣神带来安慰。所以伊入去甲伊的船舱内底，伊虽然无法度困去，但是心中充满平安。所以后来伊就写即首诗歌，即首诗歌安尼讲，伊讲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溪，树木真青翠的路边，有时咱拄着大游轮流目屎，若经过大风涌的苦海。但是伊即个时阵，伊做一个结论，伊讲免烦恼，心平安，免烦恼，心平安。因为伊确实透过伊的祈祷，透过伊的信靠，伊领受上帝所带予伊的安慰。所以今仔日咱如果人咧吟即首诗歌的心，咱心中敢是甲伊同款？咱经历过人生中间的艰苦的时阵，伫失意、伫流目屎的山谷的时阵，咱确信透过祈祷、透过信靠，上帝要将即个流目屎的山谷变成做泉源的所在，而且有秋天的雨的福气，要盖满全地。有咱伫打扫的旷野中间，享受上帝所赏赐迄个野外丰盛的恩典。这是咱爱学习的功课，无需要要替咱来祈祷，咱将咱的目睭起来，咱领受上帝的话，咱明白。检测咱现主时也拄着真大的挑战，有时阵咱的期待无法度完成，咱甲别人的关系产生问题，心内忧伤，或者是咱拄着病痛、困苦、恶担当的事来困扰咱的心灵，请咱明白主耶稣伫咱的身躯边咧保守咱。伊对咱讲：免烦恼，心平安。我要赏赐你大的力量，超越过你面对的问题。所以咱同心来祈祷，是阮的主，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，互阮的心得到你的看顾。特别如果让阮中间有心灵艰苦、肉体软弱的兄弟姊妹，恳求主你赐了平安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当专心倚靠，互阮毋通灰心，互阮会当行出迄个流目屎的山谷，向上帝的殿院跑走。主啊，阮是何等较无甲你同在，恳求你应允阮，互阮一世人会当徛踮伫你殿院，直到永远。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人，用阮伫患难中间的见证来激励阮身躯边的人。恳求主帮助，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